大家好，我是小聂。看到我们这个东区猪肉龙，今天不是，那你今天是什么？等下再想。OK， 先介绍。只要看到你就知道又是我们神之蛇系列了。09，我们今天神之蛇要实测什么？南部粽跟北部粽，但不是要站南北。今天请来了一个团体，我们要把一些特别的酱跟肉粽东，看能不能蹦出一个新滋味。今天准备了20几个酱，我们来实测看看。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海豚烤日记。上海，刚刚得知了一个事情，我居然是他们里面年纪最大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刚问09，我说，你是1987的？我说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说他是1989的，然后小我1岁。哇塞，草爷，你需要保养一下。从小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再过10年还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实测，我们现在前面有2盘粽子，左手边是北部粽，右手边是南部粽。今天我们94费09跟龙猫是负责南部粽，草爷你们负责北部粽。好，那直接摆盘了，你们自己夹啊，夹起来啊。今天的规则非常简单，会有我们的糖花拿酱料给你们，讲一下味道搭起来感觉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一个酱料了，海鲜五味酱。海鲜五味酱是拿来沾套 Q， 应该是酸酸的那一种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很正常，应该算很搭了吧？3位还在宿醉嘛，可以试起来。我想说等你们沾完。我觉得还可以，酸酸的这样。这个肉粽跟这个酱融合在一起，它在你舌尖上这样晃啊晃啊晃，仿佛在跳华尔兹一样。草爷，你等下讲20次这种话。好期待草原的评论。我觉得它就是酸酸的而已。学一下草爷，你看讲的多好，看狗的感觉，当把的味道，还就是正常的。可是我觉得它吃到后面其实有点不搭。那超哥嘞？超哥你是不是还在追？你感觉超醉的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。泰式酸辣酱，这个是月亮虾饼在用，左边这边是南部粽嘛，右边北部粽。好难吃哦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这样我就好想试试看哦。我不喜欢，你觉得好吃是不是？不搭。对啊，好不搭哦。这酱是过期了。下一个，这样形容的。沙茶酱，这绝对可以。我以前沾到没东西就沾沙拉酱。是哦。骗一下那个宿醉者，是不是可以把它当酒这些味道？超哥，你自己说你昨天喝到几点？宿醉的样子啊8点多。早上8点多。刚刚的事情。牛头牌真的就是百搭，是算百搭的。过，可以啊。可以。它跟粽子融合在一起，你会感觉有一头牛冲出来，跟这个肉粽碰撞在一起，产生一种很莫名其妙唯美的火花，仿佛他们在跳的华尔兹。甜面酱，北京烤鸭来了。这样应该可以。用想了应该是就知道是优秀的了。南北粽会不会沾同一个酱料？有一些是好吃，有一些是不好吃。差不多吧。我觉得那个味道差不了多，了解口感的问题。超哥怎么样？不行，那其实很偏咸。甜面酱的味道不对，太咸了，这太咸了。没有我们预期中那个感觉。维力炸酱，你们不觉得它的酱是一罐的，跟那种一包的味道不一样？会有不一样，都有那个塑胶袋的味道。我们家煮维力炸酱面真的是一流，我们会先用60度的水，慢慢的把它透软，然后最后再冲个冷水，然后在它这个酱料的上面滚。那我们先吃好不好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好想要知道草爷是怎么煮泡面的。改天我再教你们怎么。可以。都不错。是搭莫名其妙就融合在一起啊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好适合哦！天哪！俊哥来帮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感觉？百搭，肉粽也很搭。来下一位。说到这个维力炸酱面，陪伴我许多高中与大学的时光，仿佛有初恋的感觉。目前第1名10分来论，它绝对是大概9到10分，两个就是百搭酱。可是我觉得维力比沙茶还猛。没错。黑胡椒牛排酱，夜市里面牛排在吃的，来试看看这个，很奇妙的口感，它这个感觉就是你不想给它过的时候，它就会给你一点点过的感觉。挑衅，有一个尾韵，它走后味的那种。对我知道，就是那种有些女生她到一定年纪之后变漂亮，就跟吵架的男女朋友，女孩子就会跟你讲，我不想理你了，可是她心里却想着说，你还是回来吧。后面和好了，开心的牵起对方的手，跳起了华尔兹。你到底多爱跳华尔兹？勉强很一般了。巴西里蒜香酱，好难想象哦。我觉得应该会有莫名其妙的味道。我说这个部分，讨厌的点。内，哇，好哦，不行了。筷子啦！入口的时候蒜香味出来了，后面它是给你恶心的味道。油，就是那个油，对，真的不行。这就像是过了18岁变丑的女生一样。这个是你差不多。巴擦辣椒酱，那个绝对是吗？这个东西有点像是甜辣酱的感觉。哦，我需要来，这样就可以吃到09的口水，就喝有甜有辣就可以了啦。 10分的话，就最多就4分。直摆前3名，你觉得这2个怎么选？我觉得辣的应该是还是好。所以我们牛排酱就先低调了。味噌，味噌没有用汤会很奇怪哎。不是，这是怎样？花生酱啦，对，味噌酱一想就知道是很咸的东西了。
它好像就是肉粽里面的馅料的感觉，你的口感是对的，融合在一起啊，对蛮合的。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河的感觉？沙漠里面有花子，应该说它很像蛋黄，那个口感因为沙沙的，我自己觉得它取代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出乎意料。进入下一个酱哦， 7-Eleven 系列酱包，它很饱足，哇，很好吃哎！这个就是有熟悉的味道，融又稍微不融，可是它马上又给你一个惊喜的融，这位宿醉超哥，我们现在在录影啊。在品尝啊，享受起来。很奇怪，就是它没有溶解在它里面。酱跟酱，料跟料是分开来的感觉。对，可是它却不难吃，它应该是超越味噌，我觉得它超越。它超越味噌了。神之蛇们，你们自己要评断。我舍不得让味噌走，你们可以先备选下一个。咖喱酱，因为我觉得就在吃酱而已，因为它味道太重了，压过肉粽了，主角的光环有点被抢走的概念。那它不行。这个感觉就像是伴娘穿的比新娘还辣。对，咖喱原来就是酱料界的表绿情。茶婊，可是那个绿茶婊却越让人还蛮喜欢的。还是在欣赏它。绿茶婊蛮漂亮的。接下来这两个都是龙猫推荐的。南洋奶沙酱，哦，这个香味好重哦，这边都闻到了。哦，这个味道好复杂哦，很奇怪的口感。确实复杂。它里面有科学面的那个胡椒的那个，哎，真的是五味杂陈啊！它感觉就像你的人生，总是有点颠簸。哇，很奇妙哎，真的好奇妙吃这个酱可以体悟到人生。可是它就有一种会让你想再尝试看看，可是明知道它就是不合。你这样形容很像水象星座在谈恋爱，这两个是特别的存在。就是会对自己的老婆女朋友说，没有，这个是我的青梅竹马，那种特别的存在。你说，它现在算一种挖坑吗？先不理，先不理下一道，下一道。打抛猪，打抛猪啊！这个味道我们我一瞬很内行。间从新加坡前往到泰国了。我觉得它这打抛猪的酱很不像打抛猪的酱，这个打泡猪的酱应该是还没炒之前的那个鸡里酱。对，哦，其实还蛮好吃的啊。完全不行，连评论都不想评论。它要炒啦，它不能只是单。它不能只是单基底的。不行，哇，撤掉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位。09一定不喜欢的椰奶，干这我也不行，一样长得帅先嘛。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这吹出来是阿俊。啊，给你个位置。没有啦，哎，还不错哎，有一种吃那种乖乖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你说那个香乖乖甜甜的那个，真的好厉害哦，那个我我很喜建欢诶议，只拿糯米去沾就好，不要加肉，还不错吧？这个可以哦。真的好爷的表情好真诚，跟说谎一样真的不喜欢这个椰浆。它真的有乖乖的味道。乖乖软软的不好吃，比较好，所以我不行。真的需要漱口，下一个。 Cream cheese，挖一点，你把点都在它上面，也这样没收走。没有保护色哎。吓了一跳。差一点，它没有提味，也没有，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肉粽的味道本身就够了，对不需要这个香气。感觉是一个女生已经很正，结果穿了一个不适合她的穿搭。它是内衣，就你看不到就。是这种哦不要穿。咸的系列差不多了，最后这一个是我挑的，麦当劳的甜醋酱，我觉得麦当劳的不一定会输哦。怎么样？09你的表情，因为通常这个酱就是吃下去是鸡块的口感。对，你会觉得这个怎么跟想象中不一对，样？身体的反应，哎，不对，不知道不行哎。它会跑出一个苦味。草爷又到你跳舞的时间了。他刚刚在旋转呢。没有，这个就是你觉得他身材很棒，结果他一脱下来是靠要拿那。你这个非常的优秀。昨天龙猫他去弄了一个鸡腿饭酱，今天吃想说看好不好吃？从小吃到大的一间鸡腿饭。龙猫爱吃的鸡腿饭的酱，你不要那边讲话，很难剪啊。对，它是卤汁嘛。饭应该要先漱一下口，把味道给淡掉。好啊！这个不错，是吗？哦，它这样有一点三杯的味道。微它甜微卤汁甜这样。贝港，然后五香那种东西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甜点时间了。炼乳，是一个。来，走起。第一口进去很甜，很好吃，然后接下来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很想吐的味道，就很奇怪。穿西装进夜店那种概念。那就是维士啊。炼乳搭肉粽有一个羊奶的味道，有一个对，羊奶片，对，羊奶片的味它道。中段的时候味道会一度有点恶心，可是对又马上变成可以接受的味道。神奇哦。对啊不要拿香菇去沾炼乳。我刚刚有沾香菇，我也是沾到香菇。第二道甜点，桂冠沙拉，沾啊。有什么好害怕的人？我觉得我会过，它吃进去该给你什么样子就给你什么样子，搭配肉粽的那种荷香味，跳舞了。 Breaking， 莫名其妙的卡片。听起来感觉很像是良家妇女。，对，让你回到家又觉得没有后顾之忧的。哎呦，可以这么扯吗？超哥不以为然，超哥不喜欢良家妇女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中
规中矩。他就是家庭主妇啊。我懂了，遇到家庭主妇，超哥就酒醒。他的观念里，家庭主妇就是保点锅，不好吧？大的网友去干他，想害我啊！我们换下一个啊。草莓果酱，炼乳拿回来好不好？草莓果酱加炼乳，这种好像没颗粒。哦，马上流口水了。哇，用肉哎，用肉哎，还蛮好吃的。真的假的啦？我看到老猫这样子，我有点畏惧。沾多一点。有，不能吃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要用肉，现在感觉被慌了。不会啊，不会很难吃啊。我自己觉得有惊喜感，草莓的香味跟那个甜味不会让人家不舒服。这个真的就是很微妙的存在，恰到好处。我刚刚加炼乳真的不错，真的加假的？炼乳不错。哎，加起来现在吃刷冰但是好吃哎，真的什么？我没有骗你吧？它超越刚刚的炼乳了。就是变成一道很棒的甜品，很消暑。这吃刷冰一定要有概念。哦你们在吃肉粽哎，各位。应该可以吧？讨厌。怪怪的。一种快乐的时光，跟你的初恋认识的时候，你的手想牵他的手，可是你又不敢牵他，碰到了你就勃起的那种感觉。他们两个要放一起吧？并列第一，好猛哦！巧克力酱，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这比较便宜。买这么多酱也是很贵的。这里成本听高说啊。这样买了几千块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加炼乳。不难吃。可是他如果给你吃一整颗的话，你不会想要这样吃。哦，粽子跟巧克力在打架。两个男生在追女朋友，草莓酱跟巧克力一直在抢炼乳，哎呦炼乳这个档最近下的结论越来越重了。好像不选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抹布的味道？抹布的味道，哎，有哎，臭的那一个。就是那种抹布没洗干净，然后会有一种水的那种。对下一个。花生酱，照理说肉粽他们都是加花生粉跟香对对对菜啊，对所以我觉得花生酱应该蛮合理的。我觉得少一个东西，香菜。这是口感问那题。不就是对口感问题，变得更黏了。他是真的有猪血糕的感觉。你想吃猪血糕的时候没有猪血糕，结果刚好就肉粽的花生酱。对，就像他真的抹在肉粽上，就很像吃猪血糕。好，我们甜品系列最后一个哈。鲜奶油，只要拉一个，拉3秒3秒对不对？碰去啊！来 go。没有要满出来啊！要满出来哦因为我们自己人，我们不敢来。哇，这人家主场，人家 Q 我，好吃吗？干赞！干，反正你自己用自己啊。自爆。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。哦，这个就是蛋糕的奶油啊。就是啊，草爷对，它是蛋糕奶油，可是要配肉粽子啊。啊，忘记了。我要塞肉粽。哎，你的肉粽，你的肉粽，肉粽，好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他这样搭哈，肉粽很无聊。应该是奶油太多，我们少一点点啦。还要再挤吃一个奶油比较少的。我感觉我在被整。等一下，他没有吃到。妈，好像看牙医哦。吃来吃去都是奶油的味道在前面，肉粽让你觉得顿时失去了该有的色彩，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他死在沙滩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测试了蛮多种酱，然后我们选的第一名应该毋庸置疑毋庸置疑吧？维力炸酱面，太强了。第二名就是这个沙茶，就这个卫生不行的，这两个是特别奖。那甜品的部分呢？因为我们刚刚测试完，都不太行，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天地，草莓宴。他们两个缺一不可，分开就还好。其实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个酱，大王麻辣干面的辣椒酱，我跟超爱甲有拍过大碗麻辣干面这个主题的东西。曹爷你怎么讲话在颤抖啊？你是不没有是回想起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很多人没试过这个东西，会觉得 T T。那我觉得我们两个试过了，我就觉得让他们两个试就好了。你是说好主意哎，好诶，那就我们这里2个，你们那里2个。糖瓜来，我跟你讲，这辈子你要是没有吃过大王麻辣干面的辣哦，你不要说你吃过辣，真的假我超的？小。菱角默默已经要吃了哦，你有沾到吗？有啊，不是啊，我这个才沾一点点而已。菱角的表情逐渐母汤哦。打死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吃真一点了。干嘛？舌头都麻了。干嘛？你已经开始流汗嘞。他舌头麻掉，不是我不会的。这样子哦。棒哥，棒哥，你确定有吗？我休息。有没有牛奶？练我没有练过吧？鲜奶油，鲜奶油，鲜奶油，鲜奶油可以解辣，解辣，解辣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这样来搞。我真心觉得这个系列就跟人生一样，就是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它可以给你的东西很多，吃到好的东西，它就给你全世界；吃到不好的东西，就像这些人一样。但是呢，至少我谢谢你们邀请我们参加这个很厉害的节目。生之蛇真的就是很棒，很棒，很有违禁。我是在讲他小。好，就这样来搞。